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天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愿你嘅歌。我唔记得路，我唔记得路，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，行呀行。一般农业除非有查验调价嘅介绍，人家一系列嘅资料也系相片。很麻烦哦，敢唔会老爱相片电送去吧？哎呀，唔好啦。咱拄爱看郭老师用的设计咧，郭先生，你莫想按倒啦，但相信郭老师设计好，一定会本你看。好啦，咱过去寻到相片出来哦，俾你做参考啦。好。什么是商标啊？商标啊，商标就是可以代表你们家茶园的一种标志。比方说，老师在这边画了一个茶叶，对不对？如果决定这个茶叶是你们古家茶园的标志的话，以后人家看到这个标志，就知道是古家出品的啦。那我画的这些可不可以变成商标啊？这些都是你画的啊。他没事就喜欢乱画，连墙壁也画，还常被爸爸骂呢。我觉得他画画很有趣啊。真的吗？阿咪，不要再烦老师了啦，让老师把商标画好。不会啦，我觉得阿明的画都很有想象力。你看这只茶虫，画的可不可爱？如果说你们家的商标是由阿明来设计的话，我觉得再好不过了。阿明，你要不要帮你爸爸设计一个商标啊？真的可以吗？老师相信你可以啊。老师，这样来得及吗？就算来不及，我们也可以等啊。等到阿明想好要用什么作为商标之后，老师再帮忙修正一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先生，来中英语。啊？老师，他说他喜欢你。我喜欢，怎么讲？奶中英语。奶中医你，奶中医。老师，你也可以这样去跟你老师说。小鬼头。吃饭嘞！老师吃饭了，快点。哇！好多推呢。哎呀，现场比 M 卡莫含贵你嘞，应该请你好好吃一餐。侯先生，你肚子痒啊？肚子饿了没有？啊，去洗个手，准备吃饭了。好，好。去洗漱了啊？林老师呢？他先走了。走了。是啊，他没告诉你啊？没有啊。可能看你在忙吧。
为什么他不跟我一起走呢？我的娘班老年穷下济哦，阿娘我还那讲唔出来志峰嘅事情。娘家啥？做嘛该俺家下离开，还系上见你？难道做唔得？我做唔得，个阿娘下去咧？吃饭喽！原来赤峰是按牛发土街。做乜敢拿来个东西啦？赤峰，你全部会按牛发街黑冇？你用花用乜解唔错啦？按牛发土黑冇乜解室内表现。赤峰，发土系爱发挥自家嘅想法，你按用花，然后翕相强用，唔会有进步嘅。系乜人老唔讲嘅啊？系郭老师吗？你系人嘅想法。你用唔系好秘书嘅啊？赤峰，你也系先生啊，你爱多听批人嘅建议。头班我用花一冇唔错啊，我还得奖呢。主任也讲我花落同好啊。你啊，我唔去堂啦。上班阿爸喊去约郭老师来你要卡食饭，今仔该时间不来啊？我还冇机会约佢。我唔去管啦，你家家去约郭老师来你要卡食饭啦。我喺巴度啦，唔好吵我啦。赤峰，先吃饭。我对下张医生啦，赤峰，唔好吵我啦。林志豪，做乜解啊？我今半日冇看到林先生，等一下我條冇對好講，我來個作業本拿本記好冇？我自己作業本因為啲人一騙啊。佢錯半日唔記得拿走啦。哦，還有日記筆啦。佢錯半日，佢講唔記不卡。係啊，佢冇老人講啊，佢老郭老師為老俺爸設計個網站呢，有兩日都去俺不卡哦，拜託咯。看嘛该，今年你还看冇啦？你讲乜解？你冇假嘞？今年妈妈看到你两三啲几好，因为喏，今早俺家乡下去散步哦。迄个可，你想到哪去咧？今年你最后后，
古阿明个庙诶，说到老厝药，古说硬着陪佮去医院，怎要对街坊看到北诶？最好单枪也能用啦。王老师，你的脚有没有好一点啊？谢谢你的关心，还有你的菊花，我的脚还没断。倒是那个罪魁祸首，怎么不来跟我赔罪一下啊？翁老师，是你自己跌倒，我没有推你。我已经跟你说过那高跟鞋不合适，你又不听。好，是我不对。可是你自己事情也没讲清楚啊。那给你一个机会赔罪好了，今天晚上你请吃饭。吃饭可以啊，除了跟你赔罪之外，也感谢你们几位这几天来的帮忙。要一堆人啊。对啊。袁老师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今天我家里有事，你们先去吃就好了。对不起，你们聊。那我看，看什么？难不成林老师不去，你又不去了？我看还是改天好了啦，因为我这2天那个美术选手班的事情也比较多嘛。你改天啦，改天啦，因为我今天放学之后还有训练，比赛也快到啦。顾老师美术班也是快比赛啦。对啊，而且我正要开始选出几位选手，要开始密集训练了。这个我倒是蛮有兴趣的。不知道4年级的学生代表，你准备派谁去？就目前的状况来看，创意的部分还是古阿明比较出色，所以我选他的可能性也比较高一点。看来这林老师跟你周旋了半天，你还挺公正的，没有选他弟弟哦。翁老师，林老师不喜欢人家提这个。我就不相信他到现在还不知道。方老师，请你把话说清楚，谁是林老师的弟弟？你还真的不知道？林志宏啊，雪芬没跟你说吗？李老师，志峰，你弄飞滴滴啊？不啥么，我让来买物件，伊讲唔记得带这。道歉。你最近老古老师强化天数顾阿敏设计网站吗？志峰，顾家正经同时有天数。那么我用天数啊，你记天冇约顾老师来 N level 卡示范黑冇？我就知啦，唔通骗我讲唔冇拄到顾老师，唔一定都喜欢顾阿敏，唔喜欢我啦。志峰，唔许按两家。我唔会通啦，我欠老唔啦。雪芬老师？没有。好，没关系。顾老师，你怎么来啦？有事吗？我刚刚听人家说，林志宏是你的弟弟。谁跟你说的？谁说的不重要，是真的吗？
之前一直问我关于美术选手班的事，我其实就应该要察觉的。对不起。该说抱歉的是我隐瞒这件事，请你见谅。我本来就不喜欢张扬，我有个显赫背景的养父。再来，我也想多听些实话，多听你对志宏的想法。你来找我，就真的只是为了林志宏的事，没有其他原因了吗？我怎么能告诉你，关心志宏的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借口了。其实，我更想见到你。那么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我，4年级生中谁最有希望可以参加美术比赛？当然对你来说很重要。对我家人很重要，也就是对我很重要。我叔叔跟志宏都很在意，也很关心这件事情。在我心目中最好的人选，还是谷阿明。虽然还中意你，我很想达成你的希望，可是我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。对不起。你怎么啦？不开心？没有。少骗人了。从刚才你知道林雪芬她是志宏的姐姐之后，你就一直闷闷不乐的。你一定以为雪芬一直找你是因为对你有意思，可是没想到她只是利用你而已。翁老师，你说的太严重了吧？林老师他并没有利用我。真的没有利用你吗？他一直找机会接近你，无非是想要帮他弟弟说项。你可不要忘记了哦，我跟雪芬可是从小到大的好姐妹，我会不了解她吗？她的养父是非常爱面子的人，如果再加上溺爱儿子的话，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。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在帮你推测啊。林议员他溺爱儿子是众所皆知的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去年林志宏他想要完成画画的愿望，所以林议员他请了徐主任吃了好几次的饭，最后徐主任他才会派林志宏出去参加画画比赛。而今年你又刚好当美术班的指导老师，难保他不会叫林雪芬给你一点压力啊。你会不会越说越离谱啊？难道林老师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这么肤浅的人吗？教育在你心里，谁有权有势，谁就可以掌握一切，是不是啊？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。林雪芬她不肤浅，但是她懦弱。为了报答养育之恩，林长寿要她做任何的事情，她都会全力以赴。再说，有权有势就可以掌握一切，不是教育界的权利，而是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公式。有骨气的人，他会选择争取真理；而没有骨气的人，他就会选择妥协。
就不知道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？我根本就不同意你的看法。我远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小朋友这样单纯的环境里面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会选择用前者的方法？我没有心情跟你争辩这些了。你有这么多时间去胡思乱想，你可不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在意身边关心你的人呢？你说什么啊？你看不出来马老师对你很好吗？马健他是一个好男人，我希望你能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身上的优点。郭云天，你没事干嘛帮我乱点鸳鸯谱啊？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，可是我对你没有感觉。被爱是很幸福的，你多花一点时间在对你好的人身上。郭云天，我对你好，你不懂得珍惜，你会有报应的。周大山，你没有吃饭啊？跑那么慢？老师，我今天很累哎。小孩子还怎么累啊？礼拜天就要参加初选赛，你跑这个成绩根本不用参加比赛就淘汰了，再去跑。老师，不要跟我求情，你到底想不想追到你妈妈？当然想啊。想就要练啊！你忘了，只要追得上公车，就追得过一切啊！你要拿出这种冲劲去跑啊！喂，袁志敏，再去跑。好嘛。郭老师好。好。再练习啊，好好加油！我知道。王老师，你要回去了。我又没有课后辅导，当然是要回家。拜拜。马老师，是。晚上有空可以陪我看个电影吗？好啊。那好，晚上7点钟电影院门口见，拜拜。哇塞！老师，干嘛啦？今天有约会哦，要不要先走？小鬼，你懂约会哦？赶快去跑步了。我该准备一下喽。周大山，你要继续练哦，老师待会就回来了哦。哦。哦，约会，你去玩，那我也去玩。老师，我画好了。老师，我画的不好吗？其实老师刚才就有注意到你的作品哈，你的问题还是一样。老师希望你能多发挥一些想象力在这张画上面。老师，你说什么？我还是听不懂。好，那我这样说好了。
志宏，你现在可以把画画的蛮像，可是这样就没有特色了。画画其实不是临摹，如果只是要画得像的话，那我们用照相机就可以了嘛？为什么要画画呢？好，比方说哈，你这幅画要画的是茶厂的工作，那你平常就要去观察这些人怎么制茶，怎么揉茶。你观察的越多，你才越能表现这张画的精神啊。还有你看，这很多地方，你可以再多加一点嘛，还很空哎，好不好？好，去补一补吧。阿明啊，你这次画的主题又是什么？招财大战老鼠啊！真的吗？你爸明明跟我说，招财碰到老鼠就跑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要画啊！我要带回去给招财看，让他知道要这样对待老鼠，还有不可以再吃老鼠药哦。很有想象力嘛。好，赶快画啊！等着看你的作品啊。好。你最近不是专去操场哦？我们老师去约会啦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不过，我班你去会比赛，我一定可以跑得很快啦，只是不知道前3名有没有奖品呢？哎，姑姐姐，你们来帮我加油好不好？我昨天问阿爸，假使不是去采样体数，那除了阿明去体数唔该有。阿姊，今日发给好无啊？先生讲爱发给同学啊。你画什么啊？老少嘴，发给动奇怪呢，伊怎不然有困老厝嘞？你们哪个疑问嘛？我觉得他很有想象力啊。罗阿明在我心里是个小天才呢。是啊，你看，我真的没有说谎吧？老师也说我画得很好啊。我讲过啊，先生爱鼓励你，怎么样用讲啊？对啊，你要是被教务主任看到这个，他一定会骂你乱画。他会这样说啊？会啊，他上学期被骂过，还被叫到操场去罚站。为什么？还不是阿明调皮，把教务主任画成狐狸。你们不是都觉得很像吗？是有点像啦。哎，发挥想象力是很好，可是不要做人身攻击哦。什么是人身攻击啊？人身攻击，这样好了，你们等一下跟我去宿舍拿个东西，在回你家的路上再慢慢跟你们解释。好，走吧。阿勇，该做的嘞。还中意你，我很想达成你的希望，可是我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，对不起。阿姊，师傅，因为呢，迄是老郭老师讲两兄弟的事情，嘿嘛？眼毛啊，骗你！我去叫佢发，你们老人强用啦。佢讲嘛该？伊讲巴度唔好停研发啦。今天老郭老师讲嘅啊，难怪佢唔喜欢啊。师傅，眼毛老郭老师讲嘛该？佢要按样讲，表示你考试爱改进，该就爱用心才数，怎会进步啊？那做嘛甲我改啊？我明明巴度比旧还未好，无上摆好高也门拢来去比赛啊，我还拿到太工作人呢。师傅，好到尾下年去，迄因为我唔管啦，我明暗要拔给先生，难怪先生爱去玩记，要摆去参加比赛嘅，今年啊顾阿明啦。
连阿天数伫证明资料，你阿都都希望顾阿面，你阿都都骗人啦，来啦，甲讲啦。爸，你按看啊。古先生，您就随意按吧，电脑不会痛的。不是，我怕我这个人粗手粗脚的，怕把它按坏了。不会啦，你只要熟悉操作，久了就习惯了。像这个钮一按，就会有画面了。网络是很有趣的，只要你们学会使用它，它会带你们到全世界哦。那如果爸爸有网页的话，以后他的茶叶全世界都会看到哦。那当然啊，你帮爸爸设计的标章，全世界都看得到。姐姐，我们来玩吧。先生，你去赶紧搞哈。来，你们坐。郭老师啊，你真的叫阿棉帮我设计啊？那小孩子画的东西可以吗？古先生，你太小看阿明了，他在我心里可是天才画家哦。郭先生啊，你真嘅係好人啊，老矮生人哦，懂做宝。对不起，古先生，您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没有啦，不是，我是说，林老师怎么没有来啊？哦，他可能有事情在忙吧。茶妹啊，不要再玩这个了啦。老师跟你说，你现在要开始学打字，因为你们的网站正式成立之后，会有很多人来询问，你就要负责帮爸爸回信哦。没问题。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啊？可以在电脑上画图吗？可以啊，这叫做电脑绘图。可是这对你来说，现阶段还是稍微困难了一些。等你长大之后再教你，好不好？我希望快点长大。来，老师教你们打字啊。马老师，嗨，谢谢你今天陪我去来看电影。不客气。只是我很纳闷，你怎么会突然找我去看电影？对不起。没什么啦，只是有人跟我说你好像很喜欢我，我只是想确定一下。啊？马老师，我再给你机会表白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我确实是很喜欢你。喜欢我什么？该怎么说？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很欣赏你了。你要问我什么原因的话，其实我一时也说不上来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。結果音樂唔錯，人哋郭老師也係人嘅感覺，想看啊，人亮啥，很正經氣，同鄉相戀。龚老师，是不是我说错什么，让你不高兴了？没什么啦，只是你的话让我感同身受而已。真的吗？龚老师，你愿意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这么说很冒昧，只是我不想要再压抑我的情感了。我
我虽然没有钱，也没有才华，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好的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好了。真的吗？等一下，先别高兴得太早。这礼拜学校不是有运动会初赛吗？是啊。我们来打个赌好了，如果你的得意门生周大山他可以得到冠军的话，那我们就交往。什么？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决定我们交不交往？因为我对你也拿不定主意啊。既然你相信一见钟情，那我相信老天爷自有安排。我们可不可以交往，就看老天爷的意思喽。你有自信周大山会跑第1名吗？当然啊。那好，我就等着你拿第1名的奖状来找我。郭老师，没打扰到你吧？没有。你去哪里啊？这么晚回来？我跟翁老师去看电影嘞。哦，那很好啊。哎，有没有什么进展？最起码我已经说出自己的心意了。他跟我说，只要这礼拜周大山出赛跑第1名，他就答应跟我交往哎。你们交不交往还得决定于周大山呐。我也这么想过啊。我想他可能对要不要接受这段感情也很迷惑，才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决定啊。你接受吗？不能接受也没办法，谁叫我喜欢他呢？喜欢一个人，就算是为他做傻事，也心甘情愿啊。你放心，我很看好周大山。虽然我每天骂他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能够跑第1名的。加油，祝你好运。谢谢，我回房间了。哎，晚安啊。晚安。他对感情都这么有勇气了，我呢？赐给你，赐给。
爱写好个网页文案，可能有对的东西爱修改，到时候请郭老师看一下就好嘞。先生，你做嘛给我去个那本记出错了啊？你迄私人的事情，你转迄张拿本记，唔系强用咩？先生，我俩用你做嘛给无论爱不卡，嘿唔嘿冇分享爱着啊？你唔办话，唔好乱想啊！还嘿老郭老师凶吵啊？无啦，爱着迄好同事，你唔捌相吵诶。因为先生咧今年副卡有事情，故所无法度去领副卡天数，你唔好想强到。哎呦，就好嘞，先生，2礼拜好搞几盘运动费，你要来嘛？先生，我对天书大山加油呢，你要来好吗？我看有限我一定会去，会上课嘞，较转去。嗯。树上门左转有一家新开的茶店，听说他们的客家擂茶很好喝，你去买一杯回来给我。可是午休时间快结束了，我怕会来不及耶。哦，好吧，那算了。可是我真的很想喝哎。好吧，我帮你买回来好了。现在跑过去应该还来得及。什么呢？那个，你几时老妈老师按好？佢家一对也好，我做本期期要表现下。敢讲你唔伫马老师同甲伊呢？我看你那无想老佮强下，就唔好利用佢。嘿，莫恁讲啊，你勇气啊！我要亲认真去考虑啊，老去搞忘哦。我已经老去讲好嘞。假使讲哦，给周大山做第2个运动会出赛，得到第1名的话，我会做老去强下。那个，你用翻做的用暗用的方式来处理感情。往此好搞咩？假使讲我争取唔到这个嘅爱人，跟我做随缘咯。就像郭老师讲嘅，比人爱系幸福嘅，我就此看啊马健做得本来马该用嘅幸福。郭老师讲，你老郭老师讲到马该，你应该唔会老郭老师下去，才会做出暗用嘅事情。错，我做非常的客气，唔晓得把握爱。既然佢讲我老马健懂事下，跟我就此看啊，佢嘅眼光用办。那个，好来莫讲咧，马老师再来做很期种茶表我做到，哈。什么呢？你肯定会按钮想，很奇怪。喂，乃黑，爸妹。林志宏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好，各位同学呢，今天都已经把话交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下个星期一呢，老师将会选出几位同学代表学校参加比赛。如果没有选到的同学，并不代表你们不好哦，哈。希望大家不要把得失看得太重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边哦，下课。老师，你今天会来我们家吗？会啊，可是晚一点吧。你先跟你姐姐回去吧。哦，好。哎，对了，我最近觉得林志宏看起来都不太开心，是什么事啊？不知道了，他以前还会跟我一起聊天，有时候还跟我一起回家，可是现在都不理我了。你们有吵架吗？没有啊。那就奇怪了。你可以去问林老师啊，他一定知道林志宏怎么了。对了，老师，最近你也没有和林老师一起来我们家，你们是不是吵架啊？我们不会吵架了，你赶快回去吧，不然你姐姐等太久哈。
嗯，好。阿姐，今年都奇怪呢。出啲好過嘅門口啊！其實是從我街邊同你講話。俺對你講，不會犯你麼？救命啦！有我啦！沙觀煙人車。